云林白寮落水溪出海口有要超过200种鸟仔类，生态真丰富。不过今年2月有强要绝种的高棉莺，和鸟网仔电条咧，送去急救站医3个月，日下晡总算是甲野放。准备哦，3、2。经过3个月照好，濒临绝种的高棉莺恢复健康。22号下晡由野生动物急救站、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等单位带来到落水溪出海口野放，予伊重新回去大自然生活。后续将追踪当地是毋是有高棉莺的栖息地。栖地越来越多元，那连草鸮都回来了。那在我们浊水溪出海口，不仅是草鸮而已哦。那我们在这边还有东方白鹳，每年的一个冬季冬候鸟来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鸟都会来到浊水溪出海口。苗栗文化协会表示，这只高棉莺是今年2月份被发现受困的鸟网，有脱出脚部顶部微骨质性命危险，嘛是云林县第一届发现。经过交友学历三角协会，佮转到南投野生动物急救站来救治。这一次的野放的草鸮记录，算是云林县的第一笔，也是我们林毛署在南投分署上面的第一笔。那好不容易有这么好的一个栖息环境，希望未来可以透过大家的努力，共同来守护。也表示，目前已经将野放的高棉莺北上卡方向发布去，要来确认是毋是寡侪高棉莺栖息在这个所在。至于文管府农业处就呼吁，若民众家己设鸟网，也是设置巷井，会涉及野生动物保育法，希望民众莫以身试法。记者王文报道。